这个意思。啊，两米这些，哦，咱来波啦，这波些，也是越有名越贵。一人接触我各有其意，也想接触之处来变贵其他人，然后偏空处表示他空。以彼的之啊，还的己，必定喜欢自己，不还自己，不受不起，这个价值。这个就是这样，上来的这个了解。哦，会使无了解啊。哦，啊，正直来做代志，事本来真嘞，事老母娘，事祖师爷，事君事母老代志，事咱的前人，事咱的祖，事咱的顶头师，事咱的领面，咱的领人，事咱的祖长一定来真嘞，袂使无真嘞，无真嘞。来19章，定讲文数行，分数行形成分对之外，空数之外，分数行一类形成用，将来下去对这个空数的概述出来，咱把它讲个空数的概述书，诸葛亮的概述书，诸葛亮这个概述书。伊咱中原来做物人，诸葛亮有江湖出师表，能将老外、老做历史、老做中府的这个真好的文学，但是伊这个概述书，一点一点，对于伊将来做物人，因为伊当年随老毕先生伫外口出征。虽然伊先生伫外口咧讲，所以真少转来因厝来，所以就写一条批转来互后生。讲君主之言，精益求精，强于用典，为公平，不为名气，为人情，不为对啊，无以敌外。有学思精也，才思学。为学为公才，为精为贤学。含慢即不能眼睛，眼神即不能理想。言如洗涤，如流水，水清波落，欲谈用如江风的之外，咱等候食老要去做，已经无法度。食愈老，咱这个志愈退，食愈老，咱志愈退啊。言如洗涤，志如水。食愈老，愈袂志。水清波落，所以这篇概述书充分表达了伊儒家的思想的修养。所以后来讲修身养性的这个道理，老实讲，就拢无跳出，跳出诸葛亮的思想之一。所以这封批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。伊呢，这种的文字来说理，用文字来说理，文学的境界是非常精妙，组织非常美妙，都是对中同情的指出来。作诗的时阵，春花对秋月，大约对阳光真容易。最惊的是思想的问题，对起来呢，是很难做难。不过诸葛亮把这种的思想文学化，伊教伊的囝，伊教伊的囝，以情来做分，以贤来修身，是外，咱修道也是以诚以情来做咱学问，以谦来修身，所以我来讲，高先人呢，伊写200诗，是用诸葛亮先生的
会解出出来的物件，写好回来啊，明清以外单票。所以以强来修行，强不只是强身有志，自己的身体、精神嘛爱保养啊。简单明了，一切安静利落，就是这个强势，非单边，非名字，非单边，非名字，就是永德方面。咱若对华天的这个世事，若无看无当片，咱的志，我就所以非当片，非名字，非名字，就是永德方面。你先讲一点，对世间的一切来看法，认清无疑问。你看到呢，爱认清，所以孔武祖就叫我看。孔武祖就讲，风情无弯路，必弯路，你一定要当片所以为认清无疑问，就是修心一样方面。所以有的方面就是有的方面就是当片所以认清无疑问，就是修心一样方面。有学时间啊，你学一定要接。都要做电视，遇到不良条目，在数学在电学，互你是天主外聪明，你无学，了有学，是求学的道理啊。心境要安宁，心境爱宁静，才能求学，才能爱考学问，为了出来。有才能二名学问的修养，就是咱孔武祖历来面讲的学而不思，思而不学两点。学而不思一道，思而不学一单。他在思学的这个道理是相非学非讲在业在华处，但是你不到过了学，你摆的从前是天才，如果名学问，也不是伟大的天才。所以有天才还需要共同的学问。学问哪里来呢？为情为性啊，连贯赞助连续性的最重的分最重的基础看班即不能天，看班即不能天经，看班就是骄傲。讲到这句话，讲到是骄足有意思。咱中国人会爱骄傲，一点咱骄傲，咱讲唔骄傲。而骄傲两字是较早是分开来讲没有内容，所以为是，所以为了不起就是骄傲。你都唔捌，所以了不起。较早我真理是你蛮厉害，足简单，我也是深深的做生意。用参与，用参与，哎，你就是对付嘛。拜托呀，先生啊，好下次不见。我无用啦，其实唔关系啊。早唔知话两几关，我这个不看。拜托啊，对，你把下次我无用啊，因为一直拢做长期，我无用啊。你有关系啊。所以呢，后面
情是交来，有来往捌，遗憾不其人，是命啊。你倒捌，啊你看唔起人，是命。所以后来这个相起用，我们中华文化的使用，不管有多大多大环境，一条是平衡。所以我们是平衡的。只有成功之大之义，事要请人，有不足观念。讲你有成功的才华，有成功的美丽，可是你若骄个人，所以我们讲，所以咱是听了解，咱是命人绝对袂使骄咱人，绝对袂使骄咱我。那你若这两个走出来，你所有的讲的问题。航班不连眼睛，航班就是主动，班就是主以为对，主观态度，这人袂使主观态度。那么就下就来问，就不连眼睛，就我个人亲自不带你物件，检测就不连之前，为什么用检测呢？人做代志做事情，拢欢喜降班，走绝点，这一点。所以来做人，会使降人的便宜，会使走地路、走小路，走绝点的事，就会影响表现。这样最容易犯的毛病。尤其是少年人，尤其是学道人，更加会安尼做啊。所以博士一生是不能理性，咱是个人，袂使伤博士，袂使伤急，伤博士伤急，咱就无得理性。言如洗礼，即有水体。一年对一两回，我时常讲的，年去中秋过去半，先去拜山。一年中秋若过，一年就过一过，10过若过，一过头了。这星期三若过，所以言如洗，年甲时正差，只有水体，咱的记用。咱的语言咱的记用，你嘛是讲我食老咱的修炼，你食老你的记用无去啊，这唔是要怎样食老？年龄跟着时间过去，人的思想又甲着年龄在变，随前波变成大气，变成热的。一潭都